你搭一程地鐵由中環去尖沙咀過海要幾耐？6分鐘。就喺呢6分鐘，香港已經多咗2間新公司成立。上年香港就有195000多間新成立嘅本地公司同經遷冊公司，即是平均每小時就有22間新公司成立，快到你唔信。唔單止本地嘅公司遷冊制度一出，已經吸引盧森堡、開曼群島同百慕達等地嘅企業將註冊地遷至香港。美資點睇？香港美國商會話，超過一半美企對香港前景樂觀，較上年嘅3%明顯上升。4%企業更加認為香港營商環境非常好同好，按年增加7個百分點。IPO 仲熱鬧，超過400間公司排隊等上市，香港重奪全球 IPO 榜首後勢不可擋。大行又用錢投信心票，市傳美國對沖基金 Point72 已經簽署協議，向恒地租用中環商廈 The Henderson 合共7層樓面，涉及8.5萬平方尺。瑞銀都租咗西九龍嘅國際商業中心第2B 座，全棟14層。如果唔係有錢賺，邊個會簽10年長約？其實大家睇中嘅係香港嘅法治同專業服務，只要想入內地市場，香港永遠都係最好嘅橋頭堡。